呢個叫畢業場，唔係因為你又冇資格畢業，係每一個 IN 都會用佢嘅承諾、佢嘅愛、佢嘅堅持，帶所有人跨越呢個障礙，所以佢叫畢業場。我哋家下係會。有好多人都問點解我哋要踏上呢個旅程？呢個旅程唔係好辛苦嘅咩？日日要做好多好多唔同嘅事情，又要做 DOA，又要做 enrollment。但係如果你問我，如果我一生除咗我返學，我只可以揀一個課程，我會揀 IN， 因為呢個旅程令到好多人經歷好多唔同嘅改變啦，亦都有好多嘅突破。喺呢百幾日，我同 IN208一齊經歷咗一個非常之難忘嘅旅程。IN208，我哋準備好啦！問野風踏遍幾多長路，方可見到理想道。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，只能含笑地停步。去衝。
見到理想到，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，只能含笑地停步。默默去衝。如內心有夢，便全力追蹤，不需計那天才可中。我要拆開全宇宙，全宇宙。當我每次拆開，人與事如禮物落在我手，神奇而罕有，願到和誰擁抱不怕醜。有沒法看見的未來，就當寄個速遞來，我接得到。要派個好運來，或要送個考驗來，誰都好。慢慢走。這個過程似扭蛋，教我好奇拆一餐。沒辦法帶上沸騰與斗膽，不顧一切衝過關。我要拆開全宇宙，全宇宙。當我每次拆開，人與事如禮物落在我手，原來無奇不有，何妨不知怎麼反應，時張開笑口。我要拆開全宇宙，全宇宙。我每次拆開能抉擇，能按動命運惡友，能全權擁有，仍抬頭不管好與醜，繼續奮鬥。